来继续来看台北市有几啊间的国小，最近这个饭后的水果是这规粒的文旦油，一人一粒。结果有家长质疑咯，是不是因为国产的文旦生产过量，所以爱学生帮忙消化库存？农业部是出面来驳回，讲这是错误的消息。讲农业部将来都无权要求学校供应指定的水果。 囡仔真欢喜，来比上油啊，买了上天，买完随家食几粒嘴，因为学校营养中道长真罕你食到规粒的文旦。我1、2年级都没吃过，在学校都没营养午餐都没有柚子，就带回家，然后请妈妈剥给我，或是爸爸自己吃。老师有教，可是我还是不会。 最近台北市包括福兴国小、新河国小、南门国小和中基国小，食饭饱拢会阁加送一粒文旦。老师嘛把握机会适量教育，来教囡仔食油化。不过家长的看法是无同款。文旦它可能是在消化库存，有可能是过季节之后。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因为这个整颗的柚子带回去，我反而觉得食安上面比较没有什么问题。因为如果说都已经是剥好的。 也是可能会有卫生的疑虑，因为中秋过了后，国内文旦产量也阁存真济，互有的家长质疑是农业部爱学校倒销库存。农粮署嘛来驳回，营养中道等主管单位是教育部，每一间学校是家己和便当业者签约采购，业者嘛是照现有的规矩来供应。农业部将来无权力要求要供应什么规矩。9月22号、9月27号，还有10月4号这3天吃文旦，那么。 尤其前2天，那根本在中秋节之前，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的文旦还是当季，而且价钱还比较贵，并不是说在过了中秋之后，为了销库存才吃文旦。校长嘛出面澄清，而且文旦季节已经过，所落来中大的水果应该就无油化。不过当这一摆机会，学生会当熟悉更侪台湾农产，无败害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